只愿你心的满足。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倾倒，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爱。献上最深刻真挚的爱。来祷告，主要我们要来赞美你，愿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王。我们要将我们的生命全然交在你的手上，全心全意属于你。主要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放手交给主，让主来陶造我们，塑造我们，成为合神心意的精兵，为主所用。谢谢主，我们也把今天小组讨论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亲自来带领让我们每个小组的组员们，我们都有很好的分享和得着。献上我们的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开始分组，再见。黑暗不云雾，只想天堂后我全心信靠主，他永不失误。我全心信靠主，无论走何路。我全心信靠主，有天小处。黑暗不与迷雾，只想你的航路。我全心信靠主，他永不失误。好朋友，好朋友，我全心靠，投进到永远。黑暗不云雾，只想天堂路。我全心信靠主，他永不失误，不失误。我们来祷告，主啊，你是我们的力量、盼望和拯救。我们要来全心的信靠，让我们的忧虑全消除，让我们不看环境，全心来相信你，因为凡事都在你手中，凡事主掌权。也求主让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今天合神心意的大卫王身上，可以学习到更加的依靠你，成为主的精兵。求主亲自来带领我们下面讲课的时间，让我们听了讲的都蒙造就。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阿们。好，我们来看今天的课程。有一个年轻人参加一个为期14周的海军陆战营，他还以为是一个成人的童子军营。在新生训练的时候呢，他的头发就被剃掉了，然后呢全身酸痛，
做了训练，而他的自我呢也被践踏差不多。那这个教官呢，就很凶的对他们说：你们这个在14周以后呢，你们现在有一半人不在现在有85个，会只剩下42个人通过考验。那在这个14周训练当中呢，从开始左转右转到最后呢，这个年轻人呢，他学到顺服的意义，他也学习要什么忠诚，绝对的服从命令，也学到呢，在职责要求范围内要多走1里路。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连续14周的训练呢，可以筛选出面对征战的精兵。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课程题目呢是密集训练，是对谁呢？对大卫所以大卫也要透过这个密集训练，他才能够为主所用那我们今天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16章到31章那我们分成3段，第一段是主的拣选是在撒母耳记上16章，第二段是主的战役是17章，第三段主的训练是18到31章那主的拣选呢，我们就看到大卫呢受膏做王。第二个主的战役，看到大卫呢怎么胜过这个非利士人的巨人歌利亚。第三个主的训练呢，我们看到这个大卫跟约拿单的情谊还有这个扫罗在追杀大卫的时候，大卫的逃亡生涯所以盼望从今天的课程呢，我们可以学习到主用什么呢？艰难来训练我们。神要借着这些艰难的训练呢，要来筛选出一批合神心意的精兵。主用艰难来训练我们，神要借着这些艰难的训练呢，来筛选出一批合神心意的精兵。我们看到圣经用多少章来记载亚伯拉罕？14章雅各呢用了10章，以利亚也有10章。但是我们来看看呢，记载大卫用了多少章？66章还有新约有59处提到他们，提到大卫所以我们看到大卫是怎么样的来被神所重用好，我们进入到第一段神的拣选。我们把圣经翻开，在撒母耳记上16章我们来看这个第1节这时候呢，神对撒母耳说呢，我已经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所以在13章我们上课有看到，神厌弃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顺服神，违背神的命令在非利士人战役的时候呢，他没有等撒母耳来，就是擅自献祭然后在这个亚玛力人的这个战役当中呢，他没有遵照神的命令，灭尽亚玛力人，还有切属他的他怜惜亚甲王跟上好的牛羊跟美物所以我们看到扫罗呢背逆神，厌弃神的命令所以神呢就什么厌弃他那可是呢，我们看到撒母耳呢一直为扫罗悲伤希望他可以回转，但是神知道扫罗的心不会回转他就说你不要再悲伤了现在呢你要去搞另外一个新的王这个王是谁呢？他要差他去伯利恒耶西那里去，在他众子下立定一个做王的。那我们看到呢神这样做他要另外立一个王不是因为这个扫罗不顺服神所以神临时改变他的计划，而是呢神一直按照他的计划行事。那扫罗王是因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坚持要选一个王来治理他们，所以他们选出的是自己要的王。那现在呢，神显明他的心意，还要来拣选大卫，所以他们去什么？伯利恒伯利恒在这个地方好，他就派他去这个地方。那这个
耶西呢是大卫支派他们是波阿斯路德跟波阿斯的孙子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大卫被拣选，我们可以看到神救赎的计划怎么样，越来越显明，越来越清楚因为弥赛亚是从什么？弥赛亚耶稣就是从大卫的后裔而出，而且他是降生在伯利恒那撒母耳听到这件事就说：“哎呀，我怎么能去呢？因为他的身份是什么？士师，也是祭司他用这个身份去的话，一定会轰动整个这个伯利恒。而且他去那边的话，这个扫罗一定会知道那他的命运就一定什么不保神就跟他说：你不用担心你就去带一只牛犊去献祭神这样吩咐他，并不是说他叫他去撒谎而是神叫他做2件事，叫他去献祭呢，同时去膏大卫那我们看到撒母耳顺服下来的时候呢，跟随主的指示，神就会开路神会继续告诉他接下来要怎么做所以撒母耳呢就来到这个伯利恒果真呢，这些长老看到他的出现就非常害怕为什么撒母耳要来呢因为他是士师的身份，就是要来什么执行审判他不知道我们做什么处置，还是他要来膏新王如果是这样的话，扫罗还在位，这样的话会引起什么内战所以这个撒母耳就说：放心，我是为平安而来的所以他是要来向耶和华献祭那通常献祭呢，就包括刚开始的自洁献祭，那后面有什么宴席撒母耳特别呢指示这个长老要把耶西还有他的孩子呢一起来参加这个宴席，吃这个祭肉。耶西呢就带了他7个儿子来其实他有8个儿子所以当第1个儿子出现的时候，撒母耳就想说：哇，这个身材高大，外貌俊美这应该就是神要膏立的王。但是神提醒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因为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什么？看内心所以撒母耳呢就等候神的指示。结果7个儿子一个个走过去，神就说不是。撒母耳说：是不是我听错神的意思？难道还有其他的孩子吗？他就问耶西：你还有没有孩子？耶西说：还有一个孩子他叫大卫他在牧羊。撒母耳说：你一定要叫他来等他来我们才会开宴席。那牧羊的工作呢，在当时是蛮卑贱的，而且大卫是家中最小的不被看重。犹太人看重的是长子所以这个请宴席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他但是当大卫出现的时候呢，神就立即说就是他大卫呢就是神所拣选的人神看重的大卫是什么呢？他敬畏和信靠神的心所以撒母耳呢就膏立他做王这时候大卫呢就被圣灵大大的充满所以可是我们看到呢，大卫被膏立为王的时候，他是不是马上做王？没有，他等了多少年等了13年、14年之后，他才做王所以在这个10几年当中的等候时间呢，家人不看重他，别人也不看重他，但是呢，大卫不以为苦，他反而觉得很甜蜜因为他知道这段时间呢是神保护他的时候，隐藏他的时候，训练他的时候，好让他成为神手中的什么利剑这样以后呢，他就可以带领以色列人脱离仇敌的手大卫虽然是一个牧羊人但是我们看到呢，他会什么？他会写诗他会弹琴，会音乐。诗篇呢有150篇，其中有73篇呢是他写的而且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他容貌俊美，说话合宜我们看到大卫呢非常渴慕神，
在诗篇17篇15节，他写道：至于我在狱中见你的面，我醒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所以大卫呢，切慕可以住在神的殿中，瞻仰神的荣美。所以我们看到他对神渴慕的心，所以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神会说大卫是什么合他心意的人。所以从这一段呢，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个原则啊，人是看外貌，但是主耶和华是什么？看内心啊。人是看外貌啊，主耶和华是看内心。在哥林多前书1章26节到29节呢，说到神拣选的是不起眼的人啊，不重要的小人物，被人轻看的。所以当人被拣选的时候呢，就是没有办法自夸啊。很多人当教会找他做同工的时候呢，他就说什么不要找我，我什么都不会啊。你不会没关系啊，我们可以什么慢慢被训练啊。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会知道呢，我们可以侍奉呢是主的恩典。我们通常找人的时候呢，都会找那个什么聪明的、体面的，或是成功的人。我们也会找那些看起来呢好像很属灵的人啊，但是呢，一个人有属灵的经历，不一定会呢让他的生命会改变啊。我们可以看到，在撒母耳记上19章的时候，那时候扫罗追杀这个大卫到拉玛啊，他就遇到这个撒母耳的先知门徒，他再次又在这个先知当中怎么样受感说话啊。所以扫罗有属灵的经历，但是我们看到他的生命怎么样没有改变啊。所以有属灵经历呢，不一定会使人蜕变。像我们姐妹啊、妇女啊，都很愿意呢花钱在这个化妆品上啊，让我们这个外貌看起来什么美美的啊，这没有什么错。但是呢，如果我们只追求外表，却没有追求属灵的品格和个性啊，那就很可惜哈。那神所寻找的是什么？合神心意的人。神不是寻找完美的人啊，因为世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人。神在寻找一个特质的工人啊。所以在撒母耳记上13章13节到14节啊，神借着撒母耳对扫罗说：“我已经寻得一个什么合我心意的人啊。”所以神已经选大卫了。可是大卫那个时候呢，他才是一个青少年啊，大概只有15岁不到。这时候呢，神已经选到了啊，所以我们看到神已经在他的家观察这个他们家8个兄弟的所言所行，神也在我们家里面观察我们的一举一动啊，我们所说的话，神都听见，神都看见。好，我们来看一下神在大卫生命当中看到一些特质啊。他讲合神心意啊，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呢，我们的生命啊跟神的旨意是一致的啊，我们的生命和神的旨意是一致，是和谐的，不会互相冲突。也就是说呢，上帝看重的呢，你也会看重啊。神心里所担忧的呢，你也会担忧。当神叫你往右走，你就往右走啊；叫你往左走呢，你就往左走。当神告诉你说不要再做那件事，你就会什么停止再做。当你说不要再抱怨了啊，你就会什么立刻停止不抱怨啊。当你说这是错的，需要改变，你就会什么照着去做啊。所以合神心意的人呢，他是听神话的人啊，在做任何事都会根据神的标准来行事啊，以神的话来做标准啊。所以属灵的人呢，是愿意呢将我们的神放在我们生命的首位啊。那他的心呢是完全属于主的，在没有办法坚持持续的情况之下呢，
他仍然愿意继续的忠心啊。所以我们对神所呼召的侍奉呢，有没有忠心呢？合神心意的人当然也会犯错啊，但是我们看到，当大卫犯错的时候呢，他会什么？很快的认罪啊。第二个特质呢是谦卑啊，大卫很忠心看守他父亲的羊。那神看见大卫身上有个仆人的心啊，所以上帝找的不是一个有热心火热的心啊，或者他有一个辉煌的记录，他在乎我们侍奉人的品格啊，不是在我们的外在。第三个特质呢，就是有诚实、正直的心啊。诚实也是什么？正直的意思。当没有人看着你的时候呢，你仍然忠心，你仍然诚实啊。所以神很看重的是我们内在的品格啊。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神怎样在这个患难当中呢，训练大卫的生命啊。好，我们来看到16章14节的时候，这个大卫这个圣灵已经临到大卫身上啊，当撒母在告他的时候，可是这时候呢，圣灵却离开了什么？扫罗啊，因为他犯罪啊，所以神的灵才离开他。所以神这个扫罗呢就没有了神的保护啊，那就有什么恶魔啊从耶和华那里来骚扰他啊。那这句话并不是说呢神容许啊，这不是说意思说神容许这个恶魔呢来搅扰扫罗啊，而不是说呢这个邪灵呢是从神那里来的啊。因为雅各书有讲到，神不会用恶来试探人啊，所以神要让这样记得这样的情况呢，也是要让什么扫罗可以悔改啊，并不是要伤害他啊。那扫罗的这些臣仆也建议他用音乐来舒缓他，因为他被邪灵这个攻击啊，所以他情绪很不稳定，很容易发怒，也会看到幻影啊。通常看到幻影呢，不一定是被邪灵搅扰啊，有的时候可能是疾病的原因。但是扫罗这边是受到邪灵的影响啊，所以他们就介绍跟大卫来到他们当中啊，所以大卫就弹琴啊，所以这样就有机会呢，好像有回音，就有机会把大卫呢带到扫罗的面前。所以扫罗呢就成为什么？大卫就成为扫罗拿兵器的人啊。那我们看到经文当中呢，很多地方都讲到什么？神与大卫同在，16章18节、18章12节、14节、28节啊。所以我们看到在大卫的生命当中呢，流露出神同在的记号啊。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我们周遭的人会不会看到神与我们同在呢？好，我们进入到第二个，神的战役。神要借着大卫呢来战胜这个非利士人歌利亚。那我们看到大卫不是一直留在这个扫罗旁边啊，所以当这个非利士人来攻打他的时候，他在牧羊啊。那大卫没有说他被膏立为王，他就改变不牧羊了，他还是很谦卑、很忠心的牧羊。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非利士人来呢，就在这个地方在这个以拉谷这边安营这边叫说歌这个部分好，我们看到这个部分就看到他们隔着这以拉谷非利士在这边，以色列在这边好，这次呢，非利士人呢，他们改变这个打仗的方式，对仗的条件。他说我们1对1决斗。双方派一个代表谁输了就做他的仆人。结果非利士派了什么？一个巨人身高有200多公分以上，他身上的盔甲有57公斤，这个枪口呢有6.5公斤，还有剑，还有他这个头盔是铜的，护膝是铜的，哇，看起来很吓人所以扫罗呢和以色列人呢都很什么惶恐害怕。尤其扫罗是依靠自己所以从他眼中，他看到这个巨人太可怕。
后来扫罗虽然自己很高很高大，但是他不敢去所以他就说，如果有谁呢打赢了这个歌利亚，他会把钱会赏他钱，也让他女儿给他为妻，还可以免纳税可是这么大的诱惑条件之下，还是没有人敢出去但是我们看到神预备了谁呢？大卫这个时候呢，大卫听了父亲的话来探望3个哥哥那大卫出门的时候呢，他还早晨就起来把羊呢交代好，交托给看守的人。所以我们看出大卫是很细心的，很有责任感的人。他来的时候呢，他正好在26节，他听到这歌利亚在阵前骂阵他在辱骂这个永生神，所以他就跟扫罗说：“我要自请出战大家都很害怕，只有他呢愿意上战场那他为什么愿意去打仗呢？愿意去出战呢？他哥哥他说你是不是想要出名不是的那我们看到呢是什么呢？他说他为了什么神的名而来征战他所关注的跟别人关注的不一样。那我们平常关注的是什么呢？我们会为神的名而来征战吗？为神的名来说话吗？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看到歌利亚的时候，他认为是荣耀神的时候。那扫罗看到歌利亚是什么？可怕的危机，没有办法，没有希望大卫这个时候为什么会那么勇敢因为他呢经历过，当他在牧羊的时候他碰到有凶猛的熊跟狮子来吃羊的时候呢，他胜过他所以他说呢，在他眼中呢，这个歌利亚就跟什么像熊跟狮子一样所以神会帮助他呢，把他战败这个熊跟狮子所以神也会来帮助他扫罗本来看他这么年轻怎么可能打过这个身经百战的歌利亚所以他现在看他这么有信心他就把他的战衣给他穿，但是扫罗很高大，对不对？所以大卫穿在身上呢，完全不习惯他就说我还是照我平常穿的好。然后这时候呢，他就到西边捡了5个光滑石头差不多是这个叫什么高尔夫球的大小他拿了这个十旋机呢就是他平常很习惯的这个十旋机呢，要去这个迎战歌利亚所以我们不需要用我们在面对人征战的时候呢，我们不需要去模仿别人方法我们神带领每个人方法不一样，我们不一定要照着我们的方法来做好，我们看到歌利亚，哇，你看他这么高大，他看到这个，既然对方派出一个什么小孩子又没有穿盔甲，这么小所以就轻看他，嘲笑他甚至咒诅他。但是我们看到什么？大卫一点都不害怕他看到他不是巨人的歌利亚，他看到是一个辱骂神的人他知道神才是真正的巨人所以他就说你来攻击我呢，是靠着刀枪和铜戟，但是我呢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所以神已经把你交在我手中了。然后呢，耶和华使人得胜呢，不是用刀跟枪真正的什么胜败是在乎耶和华所以这一场的必胜。大卫就不慌不忙的拿了一个石子咻出去，结果什么正中歌利亚的额头，歌利亚就应声倒下去所以神帮助大卫一击就得胜了。那大卫的胜利呢，并不是靠着厉害的武器，乃是什么？靠神的名所以以色列人呢，就追赶这个非利士人，大获全胜也是神的胜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个原则：面对你的歌利亚呢，需要在你的膝盖上就是我们要跪下来祷告发功夫。我们看到大卫依靠神，他得着信心的眼睛，他看不见敌人的强大，他也看不见自己的渺小，
他依靠神，他得到什么信心的耳朵啊，所以他听不到哥哥对他的斥责不满啊，或者是这个扫罗的轻视，还有仇敌的狂言啊，他很深深的相信呢，神过去如何让他脱离这些猛兽，现在呢也会救他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啊。那你现在的歌利亚是谁呢？是你的惧怕、担忧、压力、困难，还是什么呢？这个巨人很可怕哦，他不是偶尔来，每天都来，而且早晚都来哦。他可能是用什么人的样子、配偶的样子、孩子的样子呢，来搅扰我们啊。那这些事情呢，会让我们发生的话呢，会让我们胆怯，有时候呢会混乱，有时候会什么忘记祷告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叫什么？依靠主啊。那我们歌利亚呢，可能是孩子怎么突然不学好啊，或者有一些困难的事情，工作、经济，无论是什么，这些都是很大的歌利亚。但是神告诉我们，不论什么巨大的歌利亚，我们要什么？依靠他啊。那我们在神面前呢，用我们的膝盖迫切来祷告，神会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的帮助是什么？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啊！在神的眼里呢，歌利亚像一个什么蚂蚁一样啊，被神践踏啊！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眼睛呢注目在耶稣的身上。好，我们来看第三段啊，主的训练，18章到30章。大卫在这个困境当中呢，对神的忠心，对神坚定的依靠啊。好，我们看到在18章的时候呢，这个扫罗的儿子约拿单，他看到大卫呢，就很喜欢他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属灵的朋友呢，我们会什么？彼此欣赏啊，彼此喜爱。那约拿单非常喜爱大卫啊，所以他们成为什么？好朋友啊。所以约拿单还把自己的衣服、军装呢送给了大卫，两个人呢还立了约啊，在神面前。他们两个兄弟呢，这个彼此的爱呢是建立在什么？基督的爱里面。我们看到约拿单这么爱大卫，但是呢，扫罗却要什么？杀大卫？为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扫罗原来也很喜欢大卫，还升他做了什么？战士长。但是呢，大卫蒙扫罗喜爱非常短啊！就在大卫杀死歌利亚的时候呢，这些妇女唱什么？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啊！所以扫罗听了很高兴啊！那这样是不是剩下王位没有给大卫呢？而且呢，除了扫罗，他之下儿子、女儿、百姓啊，他的臣仆都喜悦大卫啊！所以我们看到呢，扫罗就是嫉妒啊，他的嫉妒大卫啊，怀疑大卫呢会不会杀了他啊？有一天夺了他的王位啊，所以他开始有不安全感。而且更让他惧怕的时候是什么呢？神已经离开他啊，与大卫同在啊。那圣经上描述呢，大卫做事精明啊，就是有智慧、有谋略啊。所以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扫罗就入室大卫，要杀他的心啊。所以他怎么追杀？当第二天这个扫罗的恶魔又来搅扰他的时候呢，这个大卫又来弹琴啊，扫罗趁这个时候用这个长矛呢来炸开，想要置他于死地啊。我们看到呢，所以这个扫罗杀他的心地有了哈。那他呢就想说那次没有成功，那现在怎么办呢？他就表面呢把大卫升成什么千夫长啊，让他去跟这个非利士人打仗，借着那个非利士人的手呢来杀死大卫啊。没想到大卫很厉害啊，那他还假借呢，你如果做王的女婿啊，那你就要给我100张非利士人的羊皮呢作为聘礼啊。但是我们看到大卫什么大胜这个非利士人，让扫罗非常害怕啊！他看到神与大卫同在啊，
让他可以更加得胜。他本来想要暗地把这个大卫杀了可是呢，到了19章，他不再隐藏，他就公开的说他要杀大卫他跟谁约拿单跟臣仆说，那约拿单是好朋友他就替这个大卫求情所以扫罗呢就暂时放下不杀的心，但是扫罗非常善变他也不看重神，很快就反悔，他要杀大卫所以要去杀大卫的时候，他的女儿米甲呢救了他后来呢大卫逃到撒母耳呢，撒母耳呢也救了他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大卫呢，他很困扰。他说呢，他没有明白他犯了什么罪，为什么扫罗要他的命呢？在20章1节他就来问约拿单。那约拿单他为了救大卫，还有冒着呢会触犯扫罗的危险，来试探这个他的父亲扫罗杀大卫的决心结果他知道确实就要杀他所以他赶快告诉这个大卫那我们看到呢，这个约拿单呢很爱他的父亲，他也爱这个大卫。但扫罗呢，他爸爸要杀了大卫，因为这个大卫冲击到他要继承的王位。这时候约拿单要听谁的呢？要听他父亲还是听从大卫呢？这时候他选择听从神因为他敬畏神，因为大卫是什么？神拣选的要做王的所以他选择来听神的话所以他就帮助大卫。可是只有这件事，其他的部分我们去看，约拿单对他父亲非常的忠诚最后跟他父亲战死在这个战场上那我们也知道约拿单呢，他也知道大卫必定做王所以跟他这个要求他要善待他的后代那我们看大卫也同意那大卫知道这个扫罗决意杀他呢，他就离别的时候呢，他要开始他的什么？要逃了因为扫罗要杀他，就开始逃亡。那我们看到约拿单呢很够意思在大卫逃亡的时候呢，他还去看他来兼顾他好，我们来看一下，从21章到27章呢，就是什么？大卫开始逃亡他的逃亡生涯我们可以依着这个号码顺序我们可以看到前面呢，这个大卫逃到拉玛沙姆这边他后来逃到罗伯又跑到加特、亚杜兰来到摩亚，然后呢，他也在这个什么西佛旷野、马云旷野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大卫非常辛苦跑来跑去我们可以按照这个号码可以知道他的顺序。那我们看到大卫不断的经历到很多的艰难，他藏在这个亚兰洞穴里，藏在这些旷野里面，时时呢被这个扫罗追杀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呢，这个他有时候还要装疯卖傻我们听到非利士人攻打这个基拉伊的时候呢，他还去求问神要来拯救他们。没想到救他们之后呢，这些基拉伊的人呢还把他攻出去所以他在这些当中呢，他还被这个西弗人呢出卖还被这25章被这拿巴呢来谩骂所以我们看到呢，还有他这个祭司呢拉伯这些这个祭司帮助他还遭到扫罗把他们全部杀了所以他在逃亡当中非常的什么辛苦但是呢，我们看到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我们来看这个23章14节圣经上怎么说呢？扫罗天天寻索大卫，但是呢，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这个扫罗呢，看到大卫在前面跑，可是呢，就是抓不到他。在一次在马云旷野的时候呢，扫罗跟随的人呢，就已经看到眼前就要抓到他的时候，但是忽然有一个使者来说，非利士人来犯所以呢，扫罗只好放弃追赶大卫，
回去攻打非利士人啊。那个地方呢，他们取个名字叫什么？亚拉哈马西罗节，意思就是什么？隔离的磐石啊。这个呢，把扫罗跟大卫分开啊。扫罗跟大卫呢，就在这么近的地方，但是始终没有办法追上。大卫在危难当中呢，都蒙神的拯救啊。我们看到大卫的逃亡生涯多久？13年啊，这么长的时间，他怎么不灰心丧志呢？如果是我们遇到挫折，别人不谅解，前途茫茫的时候，我们大概撑不到2天就会什么唉声叹气，自暴自弃啊。为什么大卫可以？因为他知道苦难是对他有益的。他在苦难当中没有停止依靠神，好，他凡事求问神，常常向神倾心吐意啊。所以当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可以求靠神。好，所以这一段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个原则：神使用艰难作为训练我们的老师啊。神使用艰难作为训练我们的老师啊。神要使用大卫作为什么？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啊！所以为了要造就他，他经历神的破碎，经过火炉般的痛苦的磨练啊。我们知道这个炼金的人会把这个用什么很高温啊，把金子中的杂质呢除掉，所以当这个金子可以反映有炼金人的脸的时候呢，才是成功啊。所以神同样要把我们生命当中的杂质除去啊，所以我们也会一直受到考验，不管我们在家里、工作的地方、在教会、在外面啊，神要怎么训练我们呢？神会用什么？人际关系啊。我们可能在人际关系跟我们配偶、婆媳、孩子、老板和员工方面呢，都有难解的习题啊。我们知道神会借着环境来破碎我们，但是这些呢，都是神要来帮助我们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来祷告啊，依靠神，看神怎么来带领我们啊。我们看到呢，扫罗呢，因为嫉妒啊，全力的这个追杀大卫。为了追杀大卫呢，他不惜杀了这个85位耶和华祭司，还有罗伯城的牲畜啊。他已经不遵从神了，他要杀什么神所立的王啊。所以我们看到他的生命状况呢，每况愈下啊。最后呢，他还是什么？在28章，他去求问灵谋啊。而且在最后31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在跟非利士人征战的时候，他战败，结束了他的一生啊。所以我们生命当中呢，可能也有像扫罗一样的人啊，神要我们什么？饶恕他啊。我们先求主来安慰我们的心，然后我们选择呢，照神的话来饶恕，做个合神心意的人啊。我们现在可能面对了不同的艰难啊，神要借着这些困难呢啊，让我们可以什么？就好像前面这个训练营啊，这个85个人当中呢，筛选到最后只有42个人啊。我们如果坚持，就能够明白神在我们生命的计划，就能够靠着神的恩典，借着神给我们的操练，去做神原来交托给我们的任务。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从大卫的身上可以看到，主你用困难来锻炼我们。所以主要让我们不要害怕。无论我们遇到什么巨大的割礼我们可以来依靠主因为我们依靠主的时候呢，我们定睛仰望在主的身上的时候，这个巨大的割礼呢，就变得什么很渺小因为我们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来向主祷告，我们把我们的困难各样事情交在主的手中。让我们来经历到在这个当中，主帮助我们来磨练我们让我们也可以成为什么合神心意的人然后在这个困难当中，我们不灰心，我们坚持的
就像大卫一样，有这么长的时间神来训练他们那神给我们每个人时间不一样，让我们不害怕也不灰心，专心的来仰望你，等候主那我们每个人都像什么？都像神手中一样一个最后被磨练出来一个可以为神所用的一个锋利的剑可以成为一个好的器皿为主所用，成为主的精兵可以为主来的战士，也可以来为主做见证。所以我们谢谢你，透过这么多好的见证来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所遇到的事情没有那么困难因为有更多人大卫他遇到这么大的困难都可以度过，那我们呢也是没有问题的。献上我们的感恩愿主的话是安定在天，永远不变的。主要让我们不要忘了来回到主的面前，像在用花膝盖的功夫来向主祷告。感谢赞美主，我们谢谢主用今天对我们说话，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今天课程就讲到这边咯。谢谢老师，谢谢。